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簡單煎雞扒。呢個餸真係超級簡單，用糖、豉油、麻油、粟粉，唔使預先醃定，放工返嚟即整即食。我哋而家即開始啦。呢度有雞扒3件，切去多餘嘅肥膏，然後喺雞肉上面界幾界，會更入味同埋快熟啲。俾1/5茶匙嘅糖，1茶匙生抽，大概1湯匙嘅粟粉，兩面搽均勻，上一層薄薄嘅就可以啦。撈勻之後就可以拎去煎。放少少油喺個平底鑊度，放雞肉，皮向底，用中大火冚蓋煎1分鐘。要煎到外皮金黃色，顏色未夠嘅就開蓋煎多一陣，用廚房紙抹下蓋上面嘅倒汗水。煎到金黃色之後就反轉，另一面冚蓋用中火煎2分鐘。一樣見到個蓋有倒汗水就抹一抹佢。兩面都煎到金黃色之後，用隻鑊鏟撳下雞肉。雞肉熟嘅話，個感覺係實實嘅，而家仲有少少軟，即係未熟得透。咁我將佢反轉，肉向底，冚蓋煎熟佢。因為之前解開過，所以好快熟。兩面煎多1分鐘左右，之後再 check 下。如果唔知熟未嘅，就剪開嚟睇下。煎熟之後，放少少麻油喺肉嗰面，然後開大火煎一煎皮嗰面，等佢脆啲。咁呢個簡單嘅煎雞扒就做噶啦。因為係乾煎嘅關係，所以唔使落好多調味都會夠味。當然，如果中意食鹹味啲嘅，就醃嗰時落多些少豉油。呢個煎雞扒一啲難度都冇，易整又好味，希望你哋都會中意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歡迎大家訂閱、撳鐘仔，分享食譜俾家人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